大家同心敬拜，伫主面前虔诚服侍。上帝伫圣殿内，大家虔诚礼拜，心肝专一，敬虔跪拜，独一真白上帝，信靠你免挂碍，阿罗你到万代。这是伫哈巴谷书2章20节哈，伊讲独独耶和华伫伊的圣殿，全地伫伊的面前，拢着静静。耶和华有伫咱的圣殿无？有啊，咱着爱心恬静吼，来到上帝的面前。今日拜牧师甲咱讲吼，咱伫做礼拜就是一个服侍，咱即碟咱同做敬虔来吟这首第一节就好吼，来。真水的诗歌，再来，咱要吟第二首，131首，131首吼，是约翰一书5章13节，伊讲：我写这个，互恁信的上帝的囝的名的，要互恁知，恁有音乐。就是咱这首的是歌词上主要是讲，人若拄着忧闷伤悲吼。这首的作者是美国巴斯特夫人，伊伫61岁时，伊写这首歌词。伊讲吼，伊就是体弱多病。人伊问讲，啊，你安怎来战胜你的病魔？伊讲我有耶稣的名，吼。所以这首人若拄着忧闷伤悲，互咱真大安慰。咱同齐来吟第一节就好。人若拄着忧闷伤悲，伊着听见主名哩，心内有不变作欢喜，时时感谢因无你，主耶稣心作名，世就所唔忘记，一切好光芒，就是天里的欢喜。好来，老师，咱遮有一项大五芒吼，大五芒，迄个五芒有2拍吼，啊，搁来延1拍，然后所以延1拍一个加长1拍，所以就是4拍吼。咱拄则有一个唔对，来，咱搁来吟即大家。有一项大五芒，2、3、4，就是天里的欢喜。哦，真水哈。好，再来从尾摆诗395首。来，咱吟第1节、第2节，吼，来，咱吟第1节就会使，吼，来。提醒提杯万感谢你，修灵车高丽萨基，心内最恶的你面前，对主不悔，大地随起。时间到，敬拜赞美。
以赛亚书41章10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感谢耶稣，因为你为我们移开大山。我常渴望在你深处，唯有你能使我满足。耶稣是我喜乐泉源，想到你便觉得甘甜。你的话是我的依靠，你慈爱将我拥抱。耶稣，你是我的至宝，你对我是那么的好。你是我最好朋友，你是我赢得自由，我全生命接纳包容。谢谢你如此爱我，你是我的避难所，你用大恩扶持我，天空开
泉源，想到你便觉得甘甜。你的话是我的依靠，你慈爱将我拥抱。耶稣，你是我的至宝，你对我是那么的好。你是我最好朋友，你是我灵的自由，完全赦免，接纳包容。谢谢你如此爱我，你是我的避难所，你用大能扶持我，艰苦万事永不摇动。谢谢你在我左右，你是我最好朋友，你是我灵的自由，完全赦免，接纳包容。谢谢你如此爱我，你是我的避难所，你用大能扶持我，艰苦万事永不摇动。谢谢你在我左右，艰苦万事永不摇动。谢谢你在我左右。将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弟兄姐妹，请坐。感谢主，因为每一天、每一日，咱所经过的达时刻，伊拢想使咱快乐，赢过试炼，扶持咱行过所有的惊吓甲看路，伊使咱达时刻拢有平安。咱三甲来吟这首每一日。每一日所经过的大时刻，我得着快乐赢过一个。我靠你被照比的强健，我不免搁行赢甲看路。你的心的力量足够灵敏，因为你拢有上好安排。无论是哪样阮若是欢喜，若是替伊事平安。每一日所经过的大时刻，我得着快乐的一个。我靠你被照比的强健，我不免搁行兄甲看
你就无黑暗。求你光照阮的心，互阮靠主你大有气力，无搁行伫黑暗的内底。主啊，你帮助阮，赢过黑暗的权势，赢过一切试炼甲惊吓。阮知当现今世代黑暗、战争、瘟疫，四界拢伫的。主啊，你互阮倚靠你，因为你甲阮同在，因为你的恩典教育阮用。阮将今仔日的礼拜交伫你，你教阮伫的你的信心降临伫阮中间。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甲我杯中的分业。我所应得的，你甲我固守。所让予我的地，是伫真水的所在。我的产业实在真好。弟兄兄姐平安。这是咱的吟诗281首。这时上帝这时临在，请起立，咱来吟全首281首。
请坐，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伫今早晡，阮正兄弟来到你的圣殿敬拜阿罗你，阮感谢你。阮透过牧师会讲道显明你的公义甲恩典，阮阁会当明白主你的真理。也有阮抬头会当看见主你的眼光，额头会当看见阮家己的卑微甲袂堪，互阮时时警醒阮家己，找求主的真理，荣耀主的名。阮求主你时刻拢保守甲引带阮众兄弟来到伫你的平安内面。阮安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接着，咱启应记载启应文第一篇《申命记》第6章。启应文第一篇《申命记》第6章，显着我来客兄弟来引。以色列啦，要注意听。互恁通照上主恁列祖的上帝应允，以色列啊，就要注意听。这恁着专心、专情、专力听上主恁的上帝。我今仔日命令恁遮的话，着记伫心内。无论伫厝内坐，伫路林行，搁着绑伫手里做记号，着写伫厝的门徛。以上三接咱圣歌，咱圣歌队要来为咱献诗2个字，圣歌队。
感谢圣乐队的献诗，接着咱来共修上帝的话，记载伫列王记下4章第1节到第7节。列王记下第4章第1节到第7节，显着兄姐来看，我来读。第1节，有一个妇人人是先知学生的某，叫伊丽莎讲：你的奴仆，我的丈夫已经死。你的奴仆平素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的。当这主来要娶我2个囝做奴仆。伊丽莎问伊讲：我通甲你做啥物？你甲我讲，你厝内有啥物？伊讲：你的女婢厝内剩1瓣油，以外拢无。伊丽莎讲：你去啊！伫外面对你遐个厝边照器具，就是空的器具，毋通照。着入厝关门，你甲你的囝点内面添油，伫所有的器具添满的，着另外下。妇人人离开伊去，关门，伊甲伊的囝踮内面，囝带器具来互伊，伊就添油。遐个器具拢满，伊甲伊的囝讲：搁摕器具来互我。囝讲：无搁有器具啦，油就止。妇人人去甲上帝奴仆讲，伊讲：你去卖油来行祭。所剩的，你甲你的囝通度我以上。咱请起立，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爸上帝大边，伊要对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也信神，我也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接着，今仔咱国成牧师要为咱讲道。互恩典满足，互恩典满足，咱将时间交予牧师。来，兄姊妹大家平安。咱伫礼拜中间，咱有满意无？咱有满足无？有，阿门。感谢主，哈利路亚。那个慧文老师来，我们来，咱搁来吟一摆圣诗吼，281首，咱坐咧吟就好吼，咱坐咧吟吼。这条圣诗，那个100是速度快还是慢？还蛮快的啦吼，拄仔是老师讲还蛮快的。毋过咱拄仔伫遐唱的时吼，上帝之心在，大家当心敬拜。哦，好像很沉重的感觉。上帝临在，对咱来讲是欢喜快乐才对啊，对不对？咱像今仔日的经文讲。这油是一直流出来，哇！当停止的时阵，哇，恩典就结束啊，吼！所以咱搁做伙三角来敬拜，吼！咱来做伙三角来吟来，上帝之心临在，大家当心敬拜，定
伫主面前献上好祭，上帝伫圣殿内，大家恬静礼拜，心肝全意虔诚跪拜，都已敬拜上帝。是毋是敬拜俄勒的啉够啊？好，阿门。好，安尼满足有满意无？好，感谢主。咱再唱第二节来。上帝永远存在，大天地和海，万心万作为你敬拜。现在。应允透高天涯，披晒圣道君前菩萨，恳求主阿乐听，愿所因比微声，我乐你主名。哇，安尼三节那个吟起来。毋是敬拜俄勒是敬拜俄勒唱圣诗的时候，上帝只是你在哇。其实我们在唱圣诗的时候，也是一种的敬拜跟赞美。所以咱伫礼拜中间，咱爱亲像今仔日的经节，亲像这个恩典一直临到，一直临在。所以当咱听这首圣诗的时，咱咧唱圣诗的时，咱得用欢喜的心来融入，来用力。所以咱毋通愈唱愈牵愈拖愈长，咱就变成这是长老教会。虽然咱是长老教会，长老教会对咱来讲，算是要设立长老的制度来管理咱的教会。所以咱每一摆吟圣诗的时，咱用欢喜。用欢喜的心做伙三角来吟，用俄勒的心来用力。安尼，其实吟圣诗嘛是一种的敬拜俄勒，毋是敬拜俄勒是敬拜俄勒，然后吟圣诗是吟圣诗。安尼，你的信仰就变成分做两边，分做两边。圣诗毋是敬拜俄勒嘛？敢是？是，阿门。所以咱这条圣诗，拄甲咱讲上帝临在，内底佫有敬拜俄勒，对无？佫有敬虔跪拜，佫圣哉。所以讲，对咱来讲，圣诗就是嘛是爱进入这个敬拜俄勒的内面。对咱来讲，咱吟圣诗的时，就是拢咧敬拜俄勒。文老师可以回去了。这是要甲咱讲对咱甲吟圣诗的时，甲礼拜拢是共款今仔日的经节已经有甲咱讲着这个先知先知以利沙，甲一个寡妇一对妇女一对无囝因的故事，伫列王记下卷4章开始记载安尼故事先知以利沙开始做先知的职务，伊所做有的代志。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今仔日是一个物资真丰盛的时代，但是呢，嘛有人过着真困苦的生活。所以虽然咱的生活真富裕，为什么会有点回音？有一点回音，是有调到什么？所以咱今仔看到今仔日的经文，咱知影讲，以利沙帮助一对真送香的母子，这对母囝伊的这个妇人人，伊的先生拄过身去经济出了问题，所以伊可能共借钱来过日，所以因佫负债，
有欠人济，所以这囡仔差一点仔就互这债主债主甲伊带去做奴隶，所以寡妇就来找伊丽莎，来请伊丽莎甲伊帮忙，来解决伊目前拄着的问题。但是伊丽莎讲：恁兜有啥物物件？有一罐油，剩一罐油尔。这罐油可能食了厝里就无物件，有可能会枵死。伊丽莎讲：好，这罐油就够你用，一罐油就够，互你来过生活。咱知影讲送养的时代，互人真惊吓。过去伫农业时代，台湾就是真侪人做送养，所以但是你爱知影讲，那送养的时代，那出真侪敖人。伫迄个困苦的年代，王永庆嘛是伫迄个困苦的年代来做成，郭台铭嘛是伫一个困苦的时代，安尼努力起来。真侪遮个阶段的人，过去伫困苦的年代，但是拄好嘛是迄个经济发展的时代，因有法度来创造这个经济。但是你爱看即马这个富足的时代富足的时代，就那要做酒安尼的人就哪来哪少，所以咱看着讲送养，互人真惊吓，遐来送甲惊着，因着哪努力去趁钱。台湾经过迄种农业时代，到即马工业时代，到即马是靠资本主义高度经济的即个社会，人民生活经济虽然有改善。但是嘛是还阁有人真困苦，这寡妇的出现伫经门，互咱一个亮光。那亲像伫路呢，你拄着有人甲你借钱，要甲伊借钱，讲我即摆无钱通去坐车，请你借我1000块、500块、100块，你敢会借伊？100可能咱讲无要紧啦，伊会甲咱拜托遮尔久100，但是伊若甲你讨1万呢？哇，咱有可能在座人就摇头，也是讲我无钱通去食饭，你请你一寡钱来借我，无输来到遮2年外，我拄着袂少人来试电影，我足惊的陌生人来常常有的人是要借钱的有的即种的人无一定伊欠钱，因为即种有可能是诈骗，所以诈骗。这个时代诈骗的人真多，你会想讲我为什么要互伊骗100块，还是要互伊骗500块？所以咱拄着即种的代志，诈骗，互咱知影讲伊乱用人的需要，诈骗是乱用人的同情心，这社会同情心理所以讲有当时咱要讲帮助人的心，就哪会哪冷淡。甚至有人会制造这个较早可能制造假车号，条工甲你弄一个，哇，你就赔袂了。甚至真侪即种骗钱的方法哪会哪侪，所以造成人的关爱的心有可能哪会向骗去。所以现在要帮助弱势的社会，咱有可能会透过帮助。机构奉献予机构，一个疼心对这个机构，这个机构就去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这嘛是可能是一种的方法，即马一种的方法。所以真侪这无论是基督教的机构，还是其他宗教的机构，还是一般社会的机构，社团，这救济的单位，伊拢透过募款来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甚至佮帮助国外有需要的人。像世界展望会，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组织，世界性的组织。挂彩展会嘛透过较早即个孙理莲这位牧师娘来伫即个所在来帮助一寡较送乡的人，特别是伫花莲台东迄边。今日会经在甲咱讲伊丽莎问伊，问即个寡妇讲：我会当为你做甚物？请你甲我讲，你厝内有甚物？咱常常敢会有当时咱若有需要人帮助的时，咱会当甲伊问讲：我需要为你做甚物？所以即个伊丽莎问讲：我会当为你做甚物？
即个寡妇讲：我厝里只有剩一罐油若定，啥物拢无啊。所以伊丽莎甲伊讲：你着转去，吼，甲你的厝边头尾，甲伊借空会当底油的物件，吼，空的容器，吼，啊有偌济着借偌济，毋通借。所以即两位某囝吼，因着转去到厝里关门，寡妇啊。即个寡妇啊，甲即个后生就将油倒伫即个空空的即个器具内面，倒满就甲伊放一边，倒满就甲伊放一边。哇，所有的拢甲伊倒满了后，伊就对囡仔讲，佮甲我摕来，佮有空的管啊无？囡仔讲啊已经无啊，所以即个油就停止，所以即个运转就到遮停止。各位兄弟姊妹。这因靠这油来生活，卖了后，赚着一寡钱，佮互囡仔得到自由，因为用赎回的方式，甲即个囡仔赎回，在债务还了，即个囡仔就得到自由。愿上帝帮助咱，如果即个油即个油会当滴到满，滴到有够，就停止。这油毋是无限量，毋是一直无限量，毋是亲像海量安尼多，因为因一个管仔嘛是有限，所以若阁有管仔确实会当阁一直滴，但是管仔已经滴满，油就够用。即个有够就是讲，不管你有偌济支的管仔，拢已经滴满，所以油就是你有够野时。油就来停止，油就来停止。即个妇人人若无个加节较济因为咱知影讲，咱个安那人民个安那看，就是有限，就是有限。愿上帝帮助咱伫敬拜而乐的时阵嘛是安尼，所以咱的圣诗，咱的诗歌一直爱直唱，一届无够，搁唱第二届，搁唱第三届，搁唱第四届。这就是要互咱伫诗歌的内面来得到帮助，来伫这诗歌的内容，互咱得到真大的启示甲帮助。所以为什么敬拜而乐伊是一直唱，圣诗拢是只要唱一摆就无啊。其实圣诗，咱的圣诗有真侪圣诗真适合做敬拜而乐。可能咱咧带敬拜而乐的人，咱毋知影。来2年我发觉着讲，咱咧带敬拜而乐，拢毋捌带过圣诗。其实圣诗真侪诗歌，伊是会当敬拜而乐的，但是我发觉着咱抑阁毋知。所以我是讲有机会，咱会当做伙来研讨，互咱的敬拜而乐。我第一次2007年我第一次去参加即个牧者访问即个韩国的教会。当我咧敬拜而乐是讲我带一条台仔顶的人来带圣诗带圣诗，因差不多带3条咯，内底差不多有1条是圣诗我讲圣诗就会当带敬拜而乐。我那时候就开窍了，很多在座的长老教会牧师讲，咱敬拜而乐，咱会忽略着咱用咱的圣诗去敬拜而乐。原来伫敬拜而乐内面，咱就是诗歌一直唱，互咱的生命甲即条圣诗伫咱的心内去相拄着。所以这圣诗这诗歌就不断伫咱的生命内面。所有的歌拢共款，无一定是什么种的歌，圣诗也共款，你要出来诗歌嘛共款，就是一届搁一届。所以对今仔日经查，甲咱启示就讲，伫咱生命内面，对圣经的教导，就是一届、2届、3届，到你感觉你已经有够野，你感觉你已经有满足。愿上帝帮助咱，今仔日的经查对咱来讲，第一，什么人是需要帮助的人？即个寡妇甲即个后生，因是一个生活困苦的人，可能伊的翁婿伊的翁婿嘛是军队敬拜耶和华的人敬拜上帝的人。
所以先知伊撒一句话讲：我会当为你做甚物？伫即个世上，咱常常有真侪人是需要帮助协助的人。当耶稣离开耶利哥的时，伫路呢嘛拄着一个痴迷的，伊就因甲耶稣话讲：主啊，可怜我！主啊，可怜我！然后耶稣问伊讲：爱我为你做甚物？吼，伫马太福音有记载，我会当为你做甚物？所以当咱会当替人做一寡代志，替人牺牲付出，这拢是做伫耶稣的心上。所以耶稣嘛是安尼甲咱讲，做伫至美神的心上，就是做伫我的心上。通常遮的人是弱势的人，是欠缺的人，是有需要的人。世界团体会吼，世界团体会过去捌用一句话叫做 "Who is my neighbor？" 上是我的厝边，上是我的厝边。啥物人是我的厝边？咱的厝边是啥物人？咱的厝边就是这卖红茶，卖泡沫红茶，迄个皮肤科，朱和峰，这咱是拢教会的厝边。后壁咧，后壁咱较少甲因，咱较少甲因吼拍招呼吼。感谢上帝，过去咱教会安尼去年到今年安尼吼。有油漆吼，有补强咱的外观吼，拉皮吼，整容一下。咱后壁嘛爱搁整容一下，当时拖车吊车来吼，路共冻着，吼路共冻着吼，真歹势，咱就讲歹势，吼挡着你的路，挡着你的出入口。佮后壁有一个先生啊吼，毋知有听着吼，伊就甲我讲一句话。恁教会吼，教会的关系有够歹啦！我听者足艰苦，我听者够艰苦，讲恁教会的关系有够歹啦！就讲过去的代志互我听啦。伊讲是安那歹，是安那歹，因为这是足主观的代志啦，不可咱来想，这嘛互咱大家去想。咱教会徛伫遮时，咱无去注意到。遮四周围的人因的感触，但是有的人嘛真好，大多数的人拢真好，真客气。咱讲歹势时，因嘛会体谅咱。但是有一个先生，伊就起毛字无介严，就甲讲恁教会关系讲足歹，所以咱是忽略着，所以咱以后咱来做遮个代志，所以讲咱。搁偌济若分粮，毋是干家己食粮尔，咱徛喺外口逐号去甲因送一个，伊要收毋收，迄是伊的代志。不过咱一个礼貌上，圣诞歌咧，圣诞歌你茫加客，你有客就好啊，你咱就爱甲因发一个，甲因送一个。当然我知影讲遮的人有诶拢是厝主拢无住伫遮啦，有诶拢是店面做人做人做生意，但是咱后壁是徛家啦，咱后壁是徛家。当然，朱尔峰迄是可能即几年才搬入来的人，但是后壁的人住较久。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知影讲，送是咱的厝边，送是咱耶稣嘛，甲咱讲，送是你的厝边，是迄个利未人吗？是迄个祭司吗？迄项伫路呢，迄项拍到半死的人，迄个出外人，迄项拍到半死是利未人吗？是祭司吗？结果是迄个好的撒玛利亚人，是迄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甲伊出伊的费，佮甲伊出伊的女社费，佮甲伊照顾，所以这就是咱爱去想的一个问题。过去有真侪义工，咱讲劳工外籍劳工，伫咱台湾咧做辛苦伫工地也是工场咧做工课，因对于别个国家来，咱通常甲伊叫啥外劳，外劳。但是即马呢，咱已经无安尼甲因称呼，咱称呼因是移动劳工，移动的劳工。若对于外国过来的迄个咧，咱讲啥物话？外配。所以即马嘛无用外配啊，即马叫新住民，有人讲新移民女性啊，新移民的女性，所以透过安尼，即内甲外，即外敢若是外人，所以咱为着要改变，讲咱会当接待因，
吼，已经无甲因做叫外劳啊吼，啊嘛无叫外配啊吼，爱叫吼新住民，还是新移民女性。所以就是讲，出外人是需要人认同、人接纳。愿上帝帮助咱，即句话甲咱提醒，像是你的厝边，吼 ，Who is my neighbor？ 第二，上帝恩典是教育咱用。123讲，你去你的厝边头尾借空，吼空的这器具来滴油，即罐油一罐啊定，吼，你毋通借伤少，吼，借是你借空的物件，吼。这借意思嘛是迄共问，嘛是迄共要求，嘛是迄共借意思吼，毋通借伤少哦吼。所以123有甲富人人安尼讲吼，虽然你厝里就一罐油若定，但是你爱尽量去借，会当借偌济，你就借偌济，毋通借伤少。即个是要甲伊讲上帝的规律，要伫即个中间来显现。所以123呢，甲伊讲嘛是咧试验即个富人人的信心嘛。啊，伊若讲伊若安尼无甲伊信甲真认真哦，啊，我来凊彩借一10支就好啊，吼。但是伊若较努力，迄借着100支咧，10支甲100支差偌济？差足济吼。所以123安尼甲嘛是咧试验伊的信心，吼。所以伊若是听甲足认真。伊若是信甲足认真，伊就袂去借3支若定，吼，伊一定吼，紧来尽量去借，吼，所以会当借偌济，吼，就当抵偌济。所以伊若是信了多，借一定多；信了少，伊借伊嘛一定嘛借。所以耶稣嘛甲咱讲，照你的信心甲你成就，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就。照着你的信心，甲你成全，所以你偌侪支竿仔，会当滴偌侪油。先知甲伊讲，你毋通借伤少，不要借太少，不要少借。所以即个恩典是即对某仔囝因专有的呢。吼，因即小小的家庭是因独享独有，别个人无法度甲因分享。所以入去厝内，因毋是伫迄厝外口来倒油吼。来表演魔术，互大家看吼，一罐搁一罐，伊是入去厝内，吼。所以这个恩典，讲这个恩典，若是大家拢会当分一杯羹啊，吼，有可能伊就借无啊。因为厝边头尾知影讲，哦，你有油通个底，啊，我嘛要来，吼，甲你分一罐，吼。所以这个恩典是因独有，吼，特有，吼。所以会当尽你所有的去借。尽所有吼上大的气力，甲罐仔拢摕来滴即份恩典的油，来滴满上帝替恁备办的油，而且这是恁母仔囝两个特有的恩典。所以先知甲伊讲，特别甲因强调，恁爱入去厝内吼，入去厝内吼，这是只有恁母仔囝两个人会有的恩典。所以上帝嘛透过伊的仆人。123来成就这件代志，所以上帝使用互人的时阵，123为着无要互人来搅扰因，所以因伫门内吼，把门关起来，伫厝内来完成这件新约。所以这富人人是照123所讲的、所吩咐的去做，啊，表示伊的信心真大。所以愿上帝的旨意伫咱的心上，嘛当显出伊的心约。上帝。是为着要，互咱，互顺服伊的人，吼，互信心大的人来得到安尼的恩典。第三，人的需要实在伫上帝。这个上帝是宇宙的主宰，是管理宇宙万物的。所以上帝作为嘛，根据人心的内在，甲咱的思想，甲你的行大来成就你。你行偌济信心的行为，就会得到偌济信心。的恩典，所以人的信心甲顺服，虽然拢无啥共款，嘛透过安尼来成就。所以有可能，咱所信了偌深，嘛决定你会当得到偌济恩典，敢毋是？所以这富人人，伊若借一支，伊敢若借一支管仔尔，只有一个恩典。但是这富人人，伊若借10个，只有得到10个恩典。若借了100个呢，是得到100个。
所以伫旧约内面就有安尼信仰的教导，所以是要互信徒知影讲，咱的信心爱成长，爱加添。耶稣嘛，甲咱讲，信心亲像一粒挂彩纸，遮尔细个，但是伊会长大。这妇人人伊所受到，所受到是伊信心的限制，伊借偌济期间啊，就得到偌济油。但是当这妇人人讲啊，佫有管啊，佫摕来，伊的后生甲伊讲啊无啊，了，这个运电就安那就停止啊，表示妇人人甲这个后生因拢真努力啊。所以这妇人人讲啊，佫有管啊无，表示讲伊希望佫会当缀，但是因已经尽因的气力。所以油就停止到因有通好用。圣经讲记载讲啊，伊就将这油先去甲卖掉，先去卖掉来处理伊后生会当得到自由的身份，了剩落来就安那留咧用，通好度过这段的时机。但是咱知影讲，这妇人人油已经停止啊，伊毋是安那，伊毋是甲油偷偷摕去卖呢。伊个派人去甲先知讲，去甲先知问讲，啊，这油要安怎处理？是先知甲伊讲，你摕去卖，摕去变卖，所以妇人人才去处理这油。伊毋是妇人人，毋是讲啊，先甲这油卖掉。所以这妇人人是嘛尊重先知的，因是尊重先知的。所以先知将讲甲油所卖所得到的，去赎回。你的后生剩落来钱，成做你度日的需要。先互一家人团圆，先互恁一家人会当团圆，然后恁才会当一家人做伙过生活。所以上帝的供应是丰富的，这是一个课程，这是一个功课。其实，这个信仰嘛，要甲咱讲一件代志。伫世间所无法度成就的，但是伫上帝手中却有法度成就。世间有可能会互咱失望，但是伫上帝手中袂互咱失望。所以成就这件信仰是上帝。这油毋是先知变落来，是上帝透过先知的吩咐来赏赐互即个妇人人。所以即个妇人人是真重要。咱知影讲器皿。器具是妇人人去借的，伊借着最后有可能嘛爱行人，但是这油是对倒来的，是上帝予伊的。这个妇人人伊阁无法度家己私底下处理，伊先去问先知讲，啊，这油要安怎处理？嘛是讲，这油要安怎处理？手权嘛是伫上帝的手内，所以人常常拢误解，上帝予咱的恩典，啊，我特别家己处理。其实，上帝予咱的恩典，有时咱嘛爱请示，也是伫咱基督的中间讲主啊，这个恩典，这个恩赐，嘛你嘛爱，互我知影讲要安怎来使用。阮上帝帮助咱，上帝是疼痛敬畏伊的人，上帝是疼痛敬畏伊的人。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讲，伊有甲我讲，我有我的恩，你就够用，因为我的气力实在伫人的软弱来成，所以我真欢喜，较爱夸口我的软弱，互基督的气力踮伫我。这是保罗先生所讲，所以保罗伊只有夸伊的软弱，所以伫伊上界软弱需要的时，才会显现出上帝教义的恩典。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咱知影讲，伫马可福音。当耶稣要受难的时，有一个妇人人来为耶稣，割抹耶稣，用伊的油，来割抹耶稣。但是耶稣甲这个学生讲，我甲恁讲，无论伫什么所在咧传福音的时，拢爱纪念这个妇人人的所做。这个妇人人是用伊的油来互耶稣使用，所以耶稣纪念这个妇人人所做。今日经文，这寡妇伊是欠缺，透过先知，互伊教义，阁有剩，拢是油的故事。所以这油对咱来讲，咱讲有的恩典，咱的恩典教义咱用，
所以愿上帝帮助咱，愿上帝施恩互咱知影讲，当咱软弱软正的时，特别透过上帝的开力，伫咱的心上来显现上帝的疼。咱三角来祈祷，要上帝你疼阮，互阮成做你的学生，成做群体你的人，互阮常常伫阮软弱的内面来显现上帝你大的恩典甲疼痛。因为阮知阮是软弱的器躯，阮是还无够额，但是透过你来满足阮，透过你的恩典，互阮你着生命伫生命内面有喜乐有平安。愿上帝你帮助阮，施恩伫阮的生命的内面，帮助阮，互阮常常透过阮的信心，透过阮的行道来显出上帝你无限的大恩典甲大疼痛。愿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感谢牧师的教导甲勉励，咱即时来吟回应诗131首。人若拄着忧闷伤悲，咱请起立来吟全首。这是咱来奉献，请随下当工执行。
接着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伫咱的周报头前，咱来读一摆台语，读一摆。来，我有，因为我的快乐是伫人的软弱来成。后书12章。好，感谢。接着咱来欢迎甲报告。今仔毋知有新咱欢迎咱的林团队，伊今仔日来到咱先拍鼓仔来甲欢迎。伊早前敢若嘛捌来咱教会，嘿，咱欢迎伊吼。接着我来做报告。本会消息，7月17日，就是下主日，文艺传道奉献主日，咱请兄姐来关心代祷。第二，7月份各单位咱陆续恢复实体聚会，咱请咱各位兄姐特别注意，咱新冠肺炎甲一寡的传染病，咱嘛爱特别的注意，毋通去松懈吼。第三，咱礼拜外墙的粉刷工程吼已经完工啊，包括咱2楼的阳台，嘛拢已经完成啊。咱感谢陈明祥弟兄献工献力，也感谢咱雅展执事英忠兄弟来协助援助四福音。第四，桃园青少年社会教育基金会为推动感觉校园报道时间前来义卖新书，请兄姐多多支持。第五，11奉献，咱请大家尊主最大，请以甘心乐意的心来奉献。咱请几个报告，咱请大家过目。接着来报告团契消息。咱因为疫情已经渐渐较解封，咱的双年团契、同心团契参儿童主日学，咱拢已经渐渐要恢复咱的聚会，请各团契兄姐大家注意各团契的消息，特别咱儿童值日学吼，咱伫个7月24日要恢复上课，主要是暑假儿童营，咱这名额有限，咱欢迎咱的亲戚朋友的子女来参加。咱这个消息伫个咱楼骹的公报栏，请咱兄姐遮伫楼骹来看卖一个，欢迎邀请咱的厝边隔壁或者是咱的亲戚朋友的子女来参加。咱集体相通，咱兄姐伫咧祈祷，伫咧灵修的时阵，来为这事，咱来关心代祷。咱总会、中会教界消息，咱请兄姐家己过目，伫个咱的公报栏嘛拢有，楼骹的公报栏嘛拢有公布，咱请踊跃参加。以上。有事看要报。咱真欢迎迄个陈思龙传道伫咱中间吼，咱再次拍鼓欢迎。伊有下面有卖伊的著作吼，咱有需要会当来登记吼，来向他采购，吼，很多著作吼，很多本啦吼，等下若有需要吼，拢伫下面吼，咱若讲这本册真好，咱吼伫下面吼，好。咱来吟尾变诗第395首，
刷了，请牧师为咱祝祷，咱请起立吟全首。做咱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疼痛、圣神，甲咱正大家三甲之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